伫讲中学教育学家新社团结合大手牵小手计划，伫学校举办国际级体验活动，当中以英语课程，互学生学习国际级相关的英语用词，并透过轻松趣味的手答过程，互学生知影国际级的历史。我们学校的英文老师杨子莹老师，他也很用心的准备了所有的材料。好，那让学生呢，好，就是飘着粽香，好，那也了解一下，哈，其实老师在这个之前已经把这个故事说了一遍之外，他们其实重点是在学习英语诗。英文诗应该说是英文诗的创作。活动的重头戏就是包肉粽，学生伫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学生将料包入去粽盒内底，佮甲粽盒定型。大部分的学生拢是第一次包肉粽，所以感觉新鲜佮趣味。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包粽子，我觉得很特别。然后我觉得包粽子蛮好玩，然后刚好又跟很多外籍生一起包，然后觉得蛮有趣的。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包粽子，刚刚有上到粽子的一些历史课程，然后我觉得我学会了很多。我第一次包粽子，这真的太难了，我连包粽叶都有困难。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，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课可以让我学到包粽子。第一次来台湾过端午节，OK， 很印象深刻。我今天包粽子开心，但是有点很难 ，difficult。这次也邀请外籍生到伫来学校参与包肉粽体验，学校除了希望学生会当将兴趣融入去生活当中，并透过甲外籍生的交流，将传统文化介绍予外国的朋友熟悉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